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较早有一句笑话话，讲牵手是宝贝，丈母是万岁，啊那老母是拗茶皮。这意思就是讲查甫听某喙，甲老母放位上后壁去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个读做背，宝贝背，宝贝背第三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背，就是内底面有珠的螺仔壳。古早用来做钱买卖，因为有价值。混看来讲，讲是珍宝的物件，咱拢讲宝贝。另外，有真侪汉字有背字，下口有背字，较早咱讲是背字卡，一边有背字，咱讲是背字旁。另外，背母嘛人讲是川贝，这拢是汉语的名。也有真侪人爱食海产干贝。另外，咱现代测声音的单位，咱讲是分贝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宝贝，会当讲是足珍贵的物件，卖当讲是特别疼惜介意的人。一般用来称呼囝儿逝世或者是爱人仔。一直到即嘛，有真侪人甲饲的宠物当作是宝贝动物。第二个词读做川贝，这是一款的药材，有人讲是贝母，这是草本植物，茎是白色，是一款汉药材。上主要产地是咧中国的四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对阿明来讲，因牵手是伊的宝贝，因牵的一个手，伊就随去夹汉药，互因某食。内底有川贝，真紧就好啊，伊才放心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贝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